啱啱帶客戶睇呢塊啊，呢塊地前段時間影過啦，咁咧就客戶過嚟睇，啱啱又遇啱業主，咁咧就有啲信息咧要補充下嘅。咁呢間屋總佔地咧大概82方度佔地，各有嘅，裝修咧已有晒噶啦，整好晒噶啦，啱啱屋主呢邊同我講過，咁我順住講咧就呢度6米路，屋主啱啱同我講咧呢度咧未來規劃有10幾米路嘅，如果嗰條路未整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呢個位置啊。有啲朋友想種菜嘅話，都可以完全利用埋嘅。嗱，前邊呢啲啊，好多屋主都係喺前面嗰度種晒菜噶啦。個業主同我講咧，就係呢間屋，依家個價錢咧就2XX。有興趣嘅話咧，就過嚟睇，睇咗之後一切隨意價錢，至終200幾萬，係咩價錢咧？就睇你嘅心意啦。咁呢邊嘅話咧，就新國有可以重新佈建，呢度新規劃區嚟嘅。我嚟臨近呢邊咧就係地鐵11號線，以後有條橋咧就過去用軌呢度噶啦，所以呢度未來嘅交通咧就好便利嘅。有朋友想揾82方嘅地，各有嘅，想揾自己起嘅話咧，呢塊地快啲過嚟睇睇。